老板娘一个椒麻鸡乡村堡。好，椒麻鸡乡村。谢谢。我从细哦，如係安尼哦，早晨頭食咧，單單如係湯啊、小湯啊、上都會需要這種東西。同阿婆歸關食咧飯啊、粥啊，做如係完全冇可用食可以用。可能幾多年同係可用是咧講三川，如係對那個買來食，但買來嘅東西係對那來嘅唔咁清楚。可能幾多年會想講啊，唔如台灣嘅嚇。只有農業比2010年嘅糧食供給年報，其實我哋台灣嘅糧食刺激率31.7%，也個意思會講我哋會吃上嘅東西，如係對國外進口嘅喲。一禮拜農民的전시世界消費，我哋都會先對外食粗因嘅早晨頭團當主頭食嘅東西來看下先係咪正經安尼。如果台灣民眾係用嚟來看，我哋糧食刺激率係大嘅提升嘅。環保肉雞卵喺鐵板烘煎到吱吱喳喳，皮起來改香。順後烤好嘅小胖，買一層麻油內子，皮料夾夾落去，再來一杯咖啡也係嫩茶，就係改豐盛嘅早點。安尼嘅西式早點係青島人打造發力嘅年頭。我係食蛋餅，然後用係黑胡椒麵，然後厚片吐司，然後三明治。大部分都是來早餐店，然後就是西式的早餐店供的這些東西，這樣子。早點店開業18年，調價講究食材愛切，料愛好，愛好食。我所想嘅改道嘅老鼠菇，囤豐年創傷，未係從其合作。我們到食材對哪來嘅，其實調價人客都冇乜嘅清楚。其實不太清楚因為你知道店家都是廠商供應的，可是廠商的來源是多少，就更不會知道。甚至可能這些老闆也不見得知道廠商供應他的東西來源是哪裡。嗰邊假使講麵包嘅話，講漢堡吼，而且麵粉嘛，麵粉啲都攞小麥啊，小麥一天我另外一個進口咩？按個廠商一天我另外一個進口來啊。嗰種嘅進口，我們來了會就再製，我們還唔抵啊，還唔抵食種嘅進口嘅。冇錯，小胖、漢堡、滷係麵粉做嘅，原物料小麥做得講做下滷係外國進口嘅。喺講吃到食的係中式早點，頭嫩饅頭，它應該進口嘅比例會高大一些。唔錯個，頭嫩嘅原料黃頭嘅，饅頭嘅原料小麥，咪做得講係一塊係進口落來嘅。再過來看一下當主船。一下被上班族，但是睇老百姓，當主買便當、雞腿飯、排骨飯，係青島人會買嘅。我今天吃雞腿便當。那你覺得雞腿便當裡面有幾成是國產的？應該都是吧。那你知道你的便當的菜色裡面啊，有幾成是國產的嗎？雞肉應該是吧，然後雞蛋應該也是吧，玉米應該也是吧。青島人認為16度嘅便當菜色應該100%係台灣出產嘅，唔煮嘅雞嘅食得飼料，鹹鹹嘅舊上滷係進口，我等16度嘅雞腿、排骨、滷酸係間接意式進口。你根本不會想到啊，怎麼會想到？你又看不到，對不對？它好壞你又不知道，對不對？我們知道這種肉而已啊，對啊，知道成品而已啊。2010年台灣嘅糧食刺激率係31.7%，也就係講我哋平常食嘅東西，像三層客家意思係台灣自家出產嘅，其他嘅都係進口嘅。估計從冇乜嘅人啲，沒冇乜嘅人有感覺。現在沒有切身感受到，所以覺得還好。沒有想過因為想說大部分應該都是台灣的，7成都是吃國外的。那該怎麼辦？用2010年做例嘅，台灣本年嘅透明供給量係127萬公噸，其中93%客家係台灣自家出產嘅。小麥嘅供給量係212.8萬公噸，同透明所漲冇乜嘅。同時小麥做得講做前路係進口嘅，另外黃頭嘅同包粟咪係主要嘅進口糧食。2010年黃頭嘅進口嘅255萬公噸。比透明加小麥嘅供給量還高多，包括進口嘅512萬公噸，比透明、小麥、黃頭嘅總塊加起來還高多。
按多是落度的东西，如係進口的。等於講我哋嘅生存命脈，如卡卡睇朋友嘅書項，唔敢行走的，叫外，唔關心自家食嘅東西係對哪來嘅咩？